做全手工紫砂壺就好似同嚿泥打緊場耐力賽，大把人覺得冇所謂，機器同模具做得又圓又快，而我仲喺度一下一下拍打。點解要同嚿泥死過呢？人哋話呢啲係蠢功夫，但正正係呢種蠢，把壺嘅線條先有呼吸，壺道先有生命。做壺嗰陣，時間會唔見咗，就好似跌入咗四維空間，低頭抬頭之間，成個天已經黑晒，時間反而變成咗最唔使計較嘅付出。點解仲要堅持全手工呢？日復一日嘅重複，年復一年嘅循環，每一把壺都係差唔多嘅步驟，差唔多嘅拼接，睇落去好悶，實際上都的確好悶。識等，自然會有花開。手工藝呢行種花嘅時間特別長，用成個禮拜甚至半個月做一把壺，由學徒到出師，要經歷幾百把壺嘅日月積累。學得手法嘅同時，最緊要係要學得心法。其實經常做足成日，換嚟嘅都係失敗品，內心會好崩潰，想放棄做壺。但奇怪嘅係，每次重新開始做一把新嘅壺，我又莫名其妙咁充滿動力，期待呢把壺有新嘅進步。你話到底係咩支撐住我呢？可能係做完壺後見到光滑成品嘅成就感，暗自竊喜自己係女媧做壺，係送壺入窯嗰陣又期待又驚嘅過山車心情，係見到自己嘅壺出水利落時，覺得所有精力都冇白費。做壺嘅路上，我好似湊緊一個唔識講嘢嘅細路仔，俾住心機將嚿泥塑造成各種可能，又好似滋養緊當年懵查查嘅自己，行緊一條越嚟越堅定嘅道路。我終於明白，慢先係最快嘅路。